哦，原来那个是咖啡豆。干旱有很多稻田都休耕了，你看，所以稻谷就减产了。然后你看那个水果，有的水果说还好哎，芒果也好哎，开花期间没有雨，把那花打掉了。看这个啊，本来是红色的皮包着，现在要知道里面是什么，把它压开，哎，里面是那个人是绿色的，然后比对啊，用智慧镜头比对，哎，竟然说是咖啡豆呢，咖啡呢，咖啡皮是红的，那两面里面那么没有把它剥开真正的看